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恁这个人用刚生是无法度采用这个理由向法院提出申请，也毋过需要时间。法官最后安怎判嘛真歹讲。敢讲无其他办法？伊的枪证就要到期，到时阵伊一定会出境。这真简单啊，伊会当先出去，了才转来就好啊。伊若出去就袂阁转来啊！莫看我，我已经自愿放弃卡廷的监护权，剩的恁家己想办法。毋管刚生是敢要走，你行法律程序就会需要时间啊。我即摆问题就是我无时间啊！卡廷家己办休下，即摆阁插讲要搬出去，伊的态度你嘛看到啊？死到伊走啊，我真正毋知会当安怎说服卡廷。律师，我拜托你，阁替我想其他办法，好无？除非像刚生是正经讲的，恁两个结婚啊？无，我嘛就是无法度。我早就甲你讲，律师一定无法度啦。你两个要约我来，母甲我腹肚照枵的，早顿无好好食。哎，咱转去食中昼好无？好啊，我请你。好啊，你要请我食中昼，趁着。无，这就好食的。酒啊！你敢会当替我点饮料，还是点心？食饱我会当配啦。咱结婚了。你认真的哦？认真的。你取笑？只要你甲我结婚，欠卡廷的1000万我替你还。也毋过有一个条件，你爱在台湾踮2年，等卡廷18岁，咱就离婚。我无爱，欠卡廷的钱，我等伊18岁，我才还伊就好啊。我也无着急啊，是安怎要甲恁两个无采时间？假使你愿意留落来，啥物拢毋免做，我包你食甲大。我无爱，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偌好。你是卡廷唯一的情人，你敢真是完全袂烦恼伊？你乃毋想看卖？你阿兄当初就是因为相信你，你莫讲是阮阿兄。伊当初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甲卡廷监护权互我，有够麻烦呢。我一个人过了偌好，而且你嘛知影，迄个查某鬼仔足歹对付的。就2年的时间，而且你跟我结婚，你嘛无吃亏啊？哪会无吃亏？你捌结婚呢？我是头一届呢。而且我若是甲你结婚搁离婚，行情就变歹啊！到时阵无人要治。重点是，就算你替我还卡廷迄1000万，搁包我食包我大。到尾啊咧，我是一仙钱拢无啊！安尼我算袂好呢。这种了结生意我无爱做啦。无安尼啦，除了我拄则讲的，以后我逐个月会互你3万块的家用，一直到卡廷18岁。此后我嘛会替你买一张机票，送你离开。
安尼敢袂使？对啊，卡廷根本就无爱插你，你对伊遮尔好创啥？卡婷是我的查某囝，无一个妈妈会无顾家己囡仔的死活。我拢拍算要大个维护你情绪啊，你就袂当甲这件代志当做工课性。哇，安尼听起来敢若小可有淡薄合理呢。无，我考虑看卖，才互你答。一天，我敢若互你一天考虑的时间，无比这更较好的条件。拢互你讲啊，明明着嘅人是你。好啊，我明仔载甲你讲，紧食啦，搁毋食菜着恁去啊！这间最好食的，你毋是要到要死啊？喂，敢是叶普经理？你好。我是江林杰。是啊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南非迄边的进度啥款？啊，我无应该袂记咧甲你讲啦。一切顺利啦，因无要来台湾，你才签约。安尼哦，真正足好诶。是安尼啦，我美国迄边临时有代志，所以我这2天要回去。假使即摆进度阁算是顺利，客税孔明上是毋是会当先互我？当然会用啊，头家已经签啊，你明仔再来领。好，多谢多谢，好，再阁联络。有钱啊！我摕着钱，马上就去机场结婚。你起笑，我无起笑。宝贝，咱总算会当离开这个恶所在啊！你敢有足欢喜的？去找自由啦！阿姨来啊！来，阿姨，请称话。好，阿姨。文玲，你来啊！我听到你要来，我就专工煮一寡你爱食的菜。啊，真济菜哦！哎呀，我就甲冠华讲吼，去外口餐厅食就好啊，免遮尔麻烦，搁煮菜，你一定足辛苦的。会啦。阿姨，外口餐厅吼，哪有分离煮了好食啦？阿姨，请坐，免客气哦。来，阿姨，坐。冠华，你妈咧？哦，伊甲朋友去食饭，伊选吼去上课。伊若知影你来哦，一定真欢喜。我最近听冠华在讲，你伫公司足无用哦。无啥啦，就替恁阿姐处理一个代志。哦，这吼，我就好好讲者。阿姨尽心尽力，在替新运动规划网络店，阿姐嘛同意阿姨做啊。大哥大姐煞在背后创空，讲什么下人听着真生气，阿姨这边就停落来啊。是毋是有啥物误会啊？有啥物误会啊？大哥大姐就是想要独占天华，惊别人比因较强。原来代志你袂记哦，阿姐要提拔我，因就气安尼啊，搁再讲是阿姨，而且哪有遐尔拄好？阿姐才答应阿姨讲会用做。第2天，下人就来公司，一切吼拢是因咧避鬼。莫讲甲遐尼歹听啦，愈讲愈超过。哪有超过啊？我看了真清楚啊！阿姨，敢讲你真是要放弃？哪有可能放弃？若是 A 人，伊真是误会我对网络店的规划，当然一定要想办法，互伊改变对咱的看法。阿姨，我听你。冠华，你进前毋是有见过 A 人？有啊，在迄落签约庆功宴的时阵，我有甲伊啉酒啊。伊这人吼，真正足古摸的艺术家啦。要毋过顺伊的某某就无代志啊。安尼，恁敢要直接约伊见面，好好甲伊解释者？
阿姨，你敢要啥款？敢要约伊见面？上好会当互伊了解咱的看法，就算伊唔做，至少嘛莫互伊误会啊。安尼我明仔载就安排。冠华，进前冰峰阿姨甲咱斗相共足济，你要好好甲伊斗相共。这是一定爱的啊！阿姨，你放心嘛，厝内吼有文人，公司有我，我一定挺你挺到底。多谢你一直支持我。好啊，莫搁讲公事啊，紧食，赶紧。来，阿姨，请。多谢。哇，你早显大地啊！是等下就要去机场。啊，无法度啊，有你遐工课，我讲飞过去哦，因特要飞来台湾搞压榨。来，在这签名。好。OK。来，这是你的空相。哦，多谢。哎，这个加载有你啊，南非的客数才会当成功。安怎是？毋是啊，这是毋是检验节，也是两个零哈？无啊。也毋过毋是讲好空米上是合约总金额的3%，是3%。哦，所以即个卖去南非的衫，敢若卖100万。啊？我就甲你讲清库存啦，阮就半买半相送，对方欢喜，咱阁趁着钱，安尼毋是真好？是，好。有我阁会无用，就无送啊。哦，你无用。哎，后盖等来台湾哦，甲我讲，我请你食饭。哦，好。来走啊！好。是倒位好啊？3万块，我开1000外块包计程车一来遮呢。3万块，我计互张永华就好啊，每个月拢会当领3万，真正会气死！笑啊！喂，江林哥，我想你啊！雷公，大佬，你已经摕到1000万，搁甲我拍一困啊！你靠我创啥啦？迄1000万只是本金，我利息还袂甲你算。我看过记录，你欠我2年，来甲来，我就较贵气，就算你1000万好啊！你莫收超过好无？我1000万已经互你啊，咱两个对即马开始就无关系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已经报警啦，即马全台湾的警察拢咧找你，你若是敢来找我，你就要去食免钱饭啦！台湾的警察想要抓我甲你讲，我拄落船，我即马哦，当咧食山珍海味。哦，你已经到瑞港哦，啊，既然你在澳门啊，就咱是毋是就免阁见面啊？这个代志就安尼准拄煞，好不好？就准拄煞啦。你有才调就好好占伫台湾，你若敢踏入澳门一步，我来甲你的心、你的歌、你的腰子，全部挖出来赌下。大佬，我拄则毋是喂，大佬。澳门嘛无倒去啊！这3万我是会当去倒位啊？我今日互恁5分钟，搁较紧呢。好，马上好。咱跟他见过面。你讲你是什么助理哈？大叔啊，伊毋是什么无重要小助理，伊是董事长的助理，也就是阮董事长的夫人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大叔啊，你是得奖的设计师，大家发表新作品，拢真侪人期待。你甲阮兴华合作，就是阮兴华上大的王牌。所以恁按算甲我这王牌的作品，放在较俗的副品牌的网络店内底。我昨昏已经讲过啊，我的设计毋是俗物啊。假使恁真正要安尼做，麻烦恁去找其他三流的设计师。你感觉新加坡的 Jimmy Lee， 也阁有日本的Seki Yamazaki 老师，敢是三流的设计师？你莫甲我讲耍笑，这两位是这几年时尚界上互人期待的新人，尤其是 Jimmy，
包括伊3年来绝对会变成大叔。这个月底，我要甲伊伫上海见面。Wait， 敢讲恁兴华要甲因合作？这2位哦，是阮周助理规划网络店打算要合作的。我甲因联络过啊，因哦拢真有兴趣。那有可能。其实顶届是我讲了无够清楚，我是想要改变新运动网络店本来的规划，毋若是介绍较俗的副品牌。我是想要利用这个平台，甲优秀阿姨设计师的作品带予全世界的消费者。安尼哦，原来恁即摆要做的，甲进前无共款。毕竟网络无地区限制，要做网络店，当然爱做甲比店面搁较有特色，商品爱搁较有创意，安尼才会当互人有兴趣。你是阮的指标设计师，我希望会当为你开始，为阮带搁较侪亚洲优秀的设计师入来，互新运动发展了搁较好。你的理念有影袂歹，只毋过要让一个网络平台，毋是遮简单呢，爱有足侪资金才会呢。所以，阮甲店面减少，甲资金刷来做网络店。台湾遮尔细，店面应该毋免开到10间。我甲大叔的作品放伫网络店，大家拢看会到、买会到，毋是搁较好？你的作品是多元的，是未来的，所以阮的行销当然嘛会以未来的思想来推动。你讲对无？恁的想法拢袂歹，要毋过嘛只是讲讲的尔。无安尼啦，恁做一份详细客户书互我看，无问题，客户书一出来，马上送来互你。Alan 真是误会咱啊！加在咱有来找解说啊。要毋过这件代志是毋是爱甲友人还阁文琪讲啊？我反对。咱真无简单解说清楚，即马甲因讲，敢是互因反击的机会？要毋过我惊恁阿姐已经甲这件代志交分处理啊，到时阵Alan 就接受咱的计划啊。阿姐是头家，看的是结果，毋是过程。所以阿姨，你即届才会互因拗落底啊。你讲了对，只要会当互 Alan 接受咱网络店的规划，我想迄才是上好的解说。所以即届敢袂当赢吼，就要看咱的客户书啊。我马上转去开工，咱就来一个反败为胜。OK， 哇 ，excellent， 嘿嘿。boy， 你回来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OK， 哇 ，excellent。嘿嘿，boy， 你回来啊！莫徛伫遐啦，来，这，你认真哦。你想要创啥？我哪有想要创啥？你毋是讲我考虑一工，我考虑好啊。哎呀，就来这讲啦，来，讲就讲，莫卡来手来。嘿，你也算我介。刘婉，我无得甲你讲创啥。虽然这是味泡食品，也毋过用我真开的手安尼用，是毋是好看又阁香啊？你到底要甲我结婚无？你莫开嘴就甲我讲结婚的代志啦，安尼人会紧张呢。我总是有这个问题，想要问清楚啊。好，你问。安尼我问哦。假使咱两个结婚，伫别人的面头前，我敢有需要叫你 boy？唔免，私底下嘛唔免。你只是我身份证顶头的红婿，
别互别人知影咱两个结婚的代志，包括卡廷。滚，这我介意。我讲问者，就是假使咱两个结婚，安尼我敢爱，陪你困。困你的头啦！除了碰伊，你倒位拢不准困。这歹创啥？我只是确认一个啊！结婚是人生大代志呢，我也无像你有经验，我是第一届呢。假使你笑受我的肉体，然后对我卡来手来，哎呦，遐歹创啥啦？我只是想要确认清楚啊！到时阵我想要离婚，又无法度，人拢讲试过就调调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我问了。等者，我问了啊，还阁有话还要讲完哦。即马我要开始讲我的条件，请坐落来。第一条，不准对我动手；第二条，不准互我歹面色看，就甲即马共款，计一颗面。第三条，请尊重我是这个一家之主。你是毋是无摸清楚状况啊？我开钱请你做文案，我就是你的头家。你甲我讲什么尊重？讲什么一家之主？头家若是收歹，员工嘛是有怨言啊，员工会当无爱做啊。我付你钱，你甲我去登记，然后甲我保证卡提在18岁以前会住伫遮读完高中，代志就遮尔简单。你哪有遐侪废话？你看，互我歹面色看。你看你的面，你摕一个镜照你的面。好啊啦，我不要甲你讲遐济啊。我讲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也无钱，你讲你要替我还卡廷1000万，钱对倒位来？你互雷公的1000万是谁互你的？恁爸。所以你唔免烦恼，我只是无想要甲阮爸开喙。OK， 我袂烦恼，我完全袂烦恼，大家讲好就好啊。食饭。你要去倒位？最好食的呢？我无爱食微波食品。我哪会遮讲啊？我爱伊提钱，伊无钱，因爸有啊。到时阵离婚，我会当摕赡养费。你唔食，我食。好，安尼拜六拍完球，我才请你食饭。好，拜六见。你阁有时间约人拍球啊？我是约国资银行的单总，因的贷款确定会提早到位啊。所以问题解决啦？差不多。也毋过，我还是爱去找爸讲。你搁爱甲阿姊讲啥？我要互周美芳莫搁干涉咱的代志啊。之前我讲过，大家参无到水无流就无代志。伊个代志不干呢，我嘛无想要忍耐。即届就是要互伊知影，就算伊甲阿姊讲了搁较好听嘛无效。是啊。你要回去啊？哦，差不多啊。好，拜拜。对啦，另外有一件代志，想要听看卖你意见。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因男朋友是开餐厅的，生意也袂歹，所以阮朋友就想讲，毋知敢有机会会当做大，伊就请一个家庭规划师去店内，结果因男朋友就生气啊。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伊袂记得先甲因男朋友参详，就直接叫规划师去店内。也毋过我迄个朋友嘛是好意，哪会知因男朋友会遮尔生气，所以就想要问你讲，恁查某人是毋是就讨厌女朋友管这款代志？无先甲人参详，当然会生气啊。要我敢有需要遐尼生气？我完全无爱互人面子。所以交换生气啊？毋是交换，是我一个朋友，因男朋友开餐厅的。哦，换做是我嘛应该会无欢喜。虽然你是好意，也毋过无意中伤害到伊的自尊心。啊，无勉强伊一定要接受啊！人逐工嘛受真侪代志，还无闲好无？
佫烦恼男朋友的未来，那嘛足忝的。应该解释清楚就去解释，应该回失的就回失的。你干那在遮烦恼嘛无路用。就甲你讲，毋是我，是阮朋友。好好好，毋是你。你去甲恁朋友讲，莫惊回失的，回失的毋是落软，是你甲对方放伫心内。为什么你就知影？伊就是无都了解。凡事你会改变一下，莫遐尔好强，无你只会害家己艰苦。既然你拄到一个值得你爱的人，就莫搁去计较面子输赢。有时阵退一步，颠倒会搁较幸福。好啦好啦，知影啦。去甲误会解释清楚，伊会体谅你啦。辉弟，阮朋友毋是去会师嘞，伊只是去解释清楚。拜拜。拜拜。叶冠华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才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叶冠华，你讲我下班伫创啥？加班啊！我咧对一寡出货单。上班时间毋做正事，规工干那坐伫伫周明馆后壁抱塔。不过大家拢下班啊，只有你爱加班。大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我即摆一个人爱管2间工厂呢，责任真大，所以我爱较认真呢。好啊，毋是啥物重要的工课，就明仔载才处理。你加班明年就要等你，紧回去啦。下班唔回去咧创啥？做大事啦，创啥？等我这份客户书做好，互 A 人，我就看你要安怎。张友莲想这什么恶办法？我也无做唔到啥哪回事嘞？莫惊回失的，回失的毋是落软，是你甲对方放伫心内。为什么你就知影？伊就是无都了解。凡事你会改变一下，莫遐尔好强，无你只会害家己艰苦。既然你拄到一个值得你爱的人，就莫搁去计较面子输赢。有时阵退一步，颠倒又搁较幸福。煞煞去，啉一杯咖啡也袂减一块吧。欢迎光临。我要一杯 espresso。麻烦给我一杯水。我无提供这个服务，麻烦你家己来，多谢。请问讲我需要啥物？我毋是来甲你会心嘞，我只是来甲你讲清楚，我找马克来，毋是无要尊重你，只是因为欣欣甲我讲，伊感觉你做的咖啡真好啉，伊希望大家拢会当啉到遮尔好啉的咖啡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既然马克伫咧做咖啡规划，安尼我会当介绍你熟悉着安尼尔。因为欣欣伊想要啉好咖啡，所以加我咖啡，安尼敢合理？我干那想要互你听看卖马克的意见，你会当家己选择，你嘛会当拒绝啦。好啦，是我无先找你参详，无顾虑到你的心情，互你感觉无爽快，实在是我无法安尼，敢会用的？拄则，你会是你也信？我袂讲第二届，无听清楚就煞煞去。迄落，我今晚要点物件，你毋是有买过？我买一份买过，还阁有。伫你来进前，
我本来是打算踮休困才送去恁兜的。原来你早就准备好啊！早知我就搁啉来一个。我真欢喜你先来找我，虽然你的伙食的真达文记。那安尼你即马知影我为着你改真济啊吼！若是较早，甲我拍死我拢袂回事咧。你是安怎一直甲我紧紧看？我知影你为着我改变足济，嘛知影你想要投资我的事业，是为着咱的未来设想。也毋过，我会拍拼，我才是无想要摕你的钱。既然是咱两个未来，我嘛想要投资我的未来啊！我出钱，你出力，啥嘛无正向的便宜，敢毋是？毋若是因为安尼啊，因为这间店是阮妈留予我的，我无想要凊彩就改变。也毋过未来，我敢会改变想法，我毋知影。只是即马我若要做一寡代志，我会辛苦我家己，我会加接码头的工课啊，加欠一寡钱。未来的代志，我真是拢有咧想。你有伫想着好，只是我嘛想要知影，你的未来敢有我？有，而且你走拢走袂去，好无？安尼咱敢会当莫阁冤家啊？哦，我老啊，连冤家拢感觉足忝的，上班拢无法度专心。哦，以后莫阁甲我讲你老啊！我感觉你比28岁查某囡仔搁较少年，搁较水。才28岁，我俩怎比18岁妹妹搁较水？这就受限嘛哦！这种违背良心的话，我讲袂出嘴。你讲话无礼貌，甲你处罚，送我来等。好，安尼你先甲家比另外，我去换物件，就送你转去。嗯。好，来。就安尼哦。对啊，安尼就用的啊。刚才是江太太，恭喜您哦。多谢。多谢。好，来，看这边哦，好，笑一个。你嘛翕一张嘛，留一个纪念啊。不要紧，唔免啦。特别日子留一个纪念啦。不要紧，真是唔免。翕啦，大家翕比迄个互店翕较有意义啊，对无老公？你看，这个子啊。真是嘞。迄一张啦，恁看因遮热情。我不爱。我爱啊。毋是啦，我第一个结婚，迄一张是会死哦。歹势，阮啥物拢无准备，少下一个好无？好，多谢。你翕就翕，摕火创啥？来，新娘，甲新郎较我，笑者嘛。新郎，甲新娘较我的啊。恁无熟是无？甲新娘揽者啊。你看，你这是啥物面哈？敢若我欠你1000万共款。唔知影人搁掠准我逼你结婚咧，明明是你逼我。相片去收起来啦，较要互卡丁看到。哦。还阁有，你这2天紧找时间替卡丁办户口。我知影啦，你嘛知影迄个查某鬼仔真歹对付啊，伊至少要花1点仔时间想对策啊。3万块家用。
哦，多谢头家娘。还阁有这，以后厝内水电瓦斯，你就负责起来。哦，钱，遐，什么？这3万块家用是互我的呢，是安怎我爱纳你的水电费？家用的意思就是厝内所有开销甲费用，所以水电费为这内底出，敢有啥问题？你之前是安怎无讲？我讲了真清楚，你毋捌是你的问题。上好是啦，你安尼是诈欺，我做起啊，我后悔啊，我无爱结啦，来，行，咱去离婚，咱去办离婚。离婚好啊！你讲有支付赡养费？你哪用这步哈？好，3万块好，包括水电吼。对了，这还佫有啥物？莫甲我讲，佫有这间厝的贷款哦。贷款我家己交啦，家用就是包括水电费、家私费、食饭钱、电话费、网络费，佫有管理费。等者，你安尼讲无准上，我落来，无到时阵佫加费用。好，请问这3万块家用，除了水电以外，佫有啥物？水电费、家私费、食饭钱、电话费、网络费，佫有管理费。讲煞哦，确定无哦？无啊，也毋过你若有才调，剩落来钱就是你的。OK， 这句真好，你讲的哦，只要我有材料，剩落来拢是我的哦。有咯，囝，你别当反悔哦。好啦，好，真好，只有3万块，我是要安怎用啦？真正是哦。也佫有，我甲你讲，我毋食味谱食品，以后准时6点半食饭。6点半。不食味谱食品，以后准时6点半食饭。会当买啥？唉，3万块一个月是要安怎过啊？啥物拢买袂起。哦，牛排买一个送一个。哦，遮细地爱300块，伤贵啊，食袂起啦。加包优惠，哦！姐啊，迄是我先看到的呢。新唱新名啦，哪有人安尼啦？食材食谱即马开始限时优惠，350爱买要紧哦。食材食谱即马开始限时优惠，留一杯互我，留一杯互我。留一杯互我啦。快客啦！快等一个啦！留一杯互我，哦，我，这边，啊，等，我快点啊！你拢唔知影即摆菜有偌贵？我拄则在超市，凊彩买规项就1000外箍呢，3万箍真正无够啦，敢免搁加一挂，加一挂就好啊啦。你会用去问看卖附近的厝边，别个家庭主妇一个月敢有3万？你嫌超市贵，你袂晓去菜市买哦？加比较才袂食亏，无听过哦？你才讲你去买啊？真正是。你穿卫生巾创啥？哇，主人你转来啊！替你煮饭啊，无咧。煮饭？卡婷，外口的物件无营养，你莫常常吃。伊以后会逐工煮暗顿互咱吃。逐工？你毋是要走啊？对啊，你毋过今嘛无要走啊？你是毋是有代志隐瞒我？为什么看起来怪怪？哪有啥物代志隐瞒你？对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1000万啊，我会还你，所以我以后袂逐个月拢互你4万块。啊？你钱位倒位来？钱对倒位来你免管，怀疑就是因为你还未满18岁，所以你的钱就是我来替你保管。啊？
无大啊，上叫我是你的监护人。哎，你无向我钱，我要安怎搬出去？哎，现在你离开搬出去，这环境这么好，佮有爱你、听你阿叔甲阿姨在照顾你，逐工替你穿衫顿，替你拼房间，对无？你着好好踮咧遮完成你的学业。什么完成学业？你伫讲啥？你的监护人会去替你办学哈？我袂。江卡婷，你莫敬酒唔食罚酒哦。身为你的监护人，我就必须爱监督你，互你完成12年国教。哼，你即马是伫遐讲啥？顶摆你毋是讲袂管我的死活？哎，你就爱应水应钱呢。高林姐，我就甲你讲，这件代志爱甲卡婷好好讲，你袂当遮尔压吧？对啊，其实我感觉，卡婷学伪装嘛，毋是歹代志啊。啊？提早学第二专长嘛，袂歹啊。要了无？咱就互卡婷先学下，等学下了后，你才会学伪装。安尼写款啊，监护人。会用的啊，卡婷，你看，安尼是不是安排了足好的啊？你唔但会当完成学业，搁会当学伪装。安尼有我阿姨唔免烦恼，恁个阿姐嘛尽着义务。对，即摆开始，咱三个就做伙伫这间厝过幸福美满的日子，是不是足赞呢？我不爱，我不爱就是不爱，看你会当安怎？江卡婷，你实在足不好诶！哎，开门，开门！好好啊，我今日是无法度治你，我就唔叫江林杰。哎，你真正足干巧的呢，自头到尾 OK， 互我跳，一开始讲什么互我3万块，结果是家用，即马咧，无教我甲这查某鬼仔搭来搭去，然后你在边仔看好戏。你毋是真想要做一家之主，安尼就提出你的弃票啊？有影无？你连10几岁的查某囡仔拢无才调对付哦？我无在了对付伊，拜托诶，伊想要甲我搭，搁早咧。要毋过卡婷遮尔倔强，咱安尼做，敢会变得搁较害？这就讲，伊即马一定咧计划安怎离家出走，真正是哦。哦，即马是要煮啥啦？我煮什么？不爱互我走是无？好啊，我就偏偏要走，互恁找袂着我。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上用的啦！当然是恁阿叔我啊！哎哟，掠着一只要离家出走的鸟鼠哦！小公主起床啊！卡婷人咧，一定是走去恁家啊！伊顶届去过，这届袂阁去啊！你放心啦，我的雷达已经拍开啊，因一定咧附近。像讲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你无资格管我的代志，就是伊啦。伊甲我的厝卖互恁，然后家己摕去行善。江仁杰，你免想要走，大家今日甲话讲清楚，恁两个甲阮查某囝，莫阁来往。你无权利干涉我的生活。你哪当呢？
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，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再演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